爱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欢迎大家收看乡亲同乐会，大家来上飞。哦，有厉害嘞！哦，有做得看到你个精彩的表演。哦，一天今边你无较强样的哦。啊？哎，我碰看来可能讲唔出法来的哦。真劲哦！哎呀，请到了目瞪口呆嘞！哦，哎呀，有默契嘞！哎，得分。今边咩？今边一听到别人看到讲唔出法来。哦，别人吓到吓三米3压了。哎，给分数哈，就全部都一致，就全部都是打到15分就好了。好，没关系，我们的奖金多得很，尽量发出去。好，好啦 ，TV 芋头先生、曲皮真先生、客家新传词潘秀峰先生、狗友班先生、启丰梅先生。哎，今日麻烦先生咯，好，我哋看下来夹来看体组的表演咯。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系讲得到满分50点，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众赏鼓励。今年我哋嘅美女啊，喺度聽面容啊啦。係啊。啊，好彩你嗌要拖到入面容嘅每日演出節啊！哎呦，難怪貼皮獎。唔錯，好啦，那麼請講。你呀，對，我不會忘記你的。過賞金後咧。快些啦，先生，要全部嗌前切。啊，分數點樣嚟打啦？嗬。演加起來差不多前高 C 誒，哈，對，在編藝術男研究班高 C，哈，他們的目標是萬歲團，
好，我们有17年次、20年次的都来了。 17年次的在哪里？后面哦，阿嘞，哦，20年次的，20年次的，哦，你最后上，最后6年又去的呢。 60年次的啦吼。哎呦，因为想讲成立遐个喏。 也讲迄落呀吼，爱感谢呢，我哋呢6堆文教基金会，伊哋呢赞助呢，也地杯呢，体育感谢呢有2个人，慢人讲出来。一个呢，我哋呢吼译文呢吼，在客家里面吼，伊嘅译文的新传讲的哦，我哋呢廖金明廖老师。哦，廖老师，廖老师。TNEV 啊，因为我哋呢老师吴川林吴老师。哎呦，吴川林先生。 新传讲的老师哈，他怕说客家他搞嘅好团结，哦不遗余力呢，哦伊啊吼，带呀办，唔系呀办嘅，有嘛个古书的啦、泥谱的，哦他真的无怨无悔。这才是粉感谢人的千岁团队了。啊，今边的表现当然唐黑的都很喜欢，那不知道我们的徐老师。 唱歌唱得真有精神的哈，那个精神唱起同我哋那个嘛个呀个中庸讲嘅一个呀安有精神哈，那个呀，啊呀个所唱一面动作也非常的正确哈，还有呀个我哋安好的老师哈，吴传林老师来指导呢，又跟这个表现得又更好哈，所以根本人的表现。 色彩又好哈，又正确，又有精神啊！啊，歌上又有力也的哈，充分表现到。我哋本来有走步的呢，我们有队形变化，啊，演艺也加一啊，有大哥，还一转，好，我跟一片白起嚟，等到来做，等到来做赶的时间来。好，冇问题啊。好嘞。 家今边啊，表现都爱有精神，分数低用班嘞，老师请给单。要不要？当然还要啊，还要吗？那么远来了，那你要跟我讲客家话，然后讲客家话。什么你还要讲新三案讲。老师，这个不能公器私用。 分数低用班嘞，老师请给单。给狗友班得到7道分数，不简单呐。43，哎呦，徐老师，啊，谢谢3位老师。哎呦，那个弹奏，哇，这个美丽的太阳，这里得到那个小小的心意啦，是，安尼啦，咱能共下来看下一组的表演，好不好？赞！ To London when I'm in New York, you're doing wrong. Lost such crazy nights we sat together as voicings on the phone. Wish we can't be more tired apartment, tired of full of nights I sleep alone. Wish we can't be more tired jacket, as down is not a home. Can you feel the rain just in the dancer? Had to be the sunrise in the dark. Do you feel my love when I don't present? Something by my tongue was as a park. Sunshine in the rain, love is all the same. Sunshine in the rain, sunshine in the rain, love is all the same. Sunshine in the rain. Even go the highest out of power, tired and the two on top of top. Even down to Paris, down to stand a second time ago. Can you feel the rain just in the dancer?
to be the sunrise in the dark. Do you feel my love when I don't present? Something by my sunrise as a rock. Sunshine, the rain, love is all the same. Sunshine, the rain. Sunshine, the rain, love is all the same. Sunshine, the rain. When I in Berlin, you're from to London. When I in New York, you're doing Rome. Those crazy nights we sat together as floating on the phone. Can you feel the rain just in the dancer? Had to be the sunrise in the dark. Do you feel my love when I don't present? Something by my soul was at a bar. Sunshine, the rain, love is all the same. Sunshine, the rain. Sunshine, the rain, love is all the same. Sunshine, the rain. Can you feel the rain just in the dancer? Had to be the sunrise in the dark. Do you feel my love when I don't present? Something by my soul was at a park. Sunshine, the rain, love is all the same. Sunshine, the rain. Sunshine, the rain, love is all the same. Sunshine, the rain. 重赏鼓励。刚刚在后台呢，苦练了很久。有啊，你有谈到。对你刚刚苦练的那一句客家话是什么？太假好。重赏鼓励，就练两句就冲哎。对，观众朋友还有天师给的观众朋友拍摄啦哈，也两位哈是姐妹，亲姐妹。但是呢，唔晓得班机客家话，所以跳到底后腿是偏懂的时间，真练真够，太懂了好，太懂了好。太假好。妹妹呢？太假好。哦。太假好。那你可以用乐器跟大家问好吗？他唱的日不落英文版的，这个练多久？2个月。2个月。姐姐的声音很干净哎，清腔丽的嗓音哈。那种嗓音，迄个从客家国发语是哈么？邓老师。张小妹哈，你要嗓人，经营懂腔，你声音很干净哈。我们客家歌像18姑娘啊，或者雨薇老师的花树下法树啊，那些歌都很适合你们。很白哦，希望讲有机会看到哈，一沙弹吉他，一沙弹乌克丽丽来表演好吗？今天两场表现都挺好嘛，挺有诚意哈。希望今天会有好成绩，成绩会用版的老师请给评审欣赏，每个姊妹都得到几多的分数嘞？再来，邓老师、徐老师。要不要？当然还要啊，还要吗？那么远来了，那你要跟我讲客家话，然后讲客家话。什么你还要讲新三案讲？老师，这个不能公器私用。好，给了。妹妹，哎呦，奖金从那边用心准备的。这一次有拿到2000块了，那下一次你们两姐妹来练客家话来朗读，好不好？好不好？朗读成功的话，吴永斌要加码给你们。好，就这么成交。我们继续来看太祖的表演。一口道尽千古事，十指龙行百万兵。台湾民间艺术改良，本土传统戏剧保地戏。好来耶！同山高台班，莫班减钱，三万代表。哎呦，用按当然咯。哎，出来下，来了。哎，挨问我，根本日系有乜嘅佛堂啊？哦，根本日系向前唐乐飞。體略對文化人氣嘅佛堂啊！哦，有佛堂，安尼我哋就先落去看咯。行行行，
永恒的啊，填满呐，好，好，喂，你是迄对啦？无嘛个事情，唔迄样的喏，一太早7万的，来，同我讲，唔错半日，系有嘛个事情，爱切对，唔可以讲半片人糖。好啦，既然你想要听，行，上来看表演，我才慢慢啊讲互你听咯。来耶！昨暝啊，我等去阮兜，看到阮阿姐甲阮阿婶在抬杠，讲甲真欢喜。结果我入去看，唉，来，换我望牌。嗨，哎呦，讲了，好时机难讲哦，无人知，江顶若开花啊，搁加一代。我先去送片手哈，等我一下。阿婶，忘了哦。来呀，哪家来？好啊，散花，门前不求一抹伞，岗上开花加一台。哎呀，时间唔早，我先去煮饭了哦。你看，我安尼是有可能无啦？喂，你哪困去啊？算了，来等了。哎呦，你呢？讲到哪呀？那个，经过一件事情啊，我要同大家讲，跋筊一件事情，大家切对，唔可以去做。哎呦，时间真系唔早，我先估嘢。阿妹啊，我来哦，同山歌台办冇半点钱。中奖鼓励，中奖！小朋友呢？很少吼。对呀。很少那个布袋戏是那么年纪那么小的小朋友跳到满你咧操作的呀？那两个。唔伫打锣鼓店吗？系咪？上上天吗？没，同学。跳到这样像戏中戏啦哈，底度布袋戏底部有加一些呢歌仔戏在，对不对？歌仔戏是谁的想法？我的。你的想法，你的鬼点子但是刚刚有一段没有，刚刚有一段引起大家的共鸣，就是打哈欠那一段。走，对不对？真紧。那个真的是有催眠到我，好不好看？你知道好看吗？很难得按C你呢，又是改想法，提不是改操作戏中戏呢，布袋戏底部改的歌仔戏冇简单，又冲过几岁？几岁？13岁，国中1年级啦。对，升国1。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以前小时候都是看布袋戏，所以这次看到这个活动。就把布袋戏带到这边来了。那这个是谁帮你做的？这个是我们以前国小的，我跟校长借的。
哦，要还就对了。对对对。哦，哎呦，应该校长要送给你才对。哎呀，要让你好好的发扬。这个是学校社团的。好高的沙团的。对。哦，哎呦，好厉害哦。哎呀，你看你今天好会找哦，找到那么好看的表演。在地的。哦，在地的。好，来唱歌哈，欣赏啦哈。好，来，曲老师，唱那个曲老师哈。从刚才哈，内埔国小在我们屏东安有蛮呀哈，他们的布袋戏已经很多年了，可是他们的剧情哈都是自己 idea 一直进一直进，有的时候你要注意听，有的时候是台语，有的时候是国语，偶尔也会以后有英文，全部都来哈。不过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传承会引起更多小朋友年纪轻的小孩子就一直跟着我们的客家文化一直走，今天很棒很棒，让我觉得好像我们会的全部都被你们光光了，我们都没有东西可以教了。哎呀，全部每个人都来，后浪推前浪。对，好棒！青出于蓝，加油，太棒了！哦，是3岁听听呢。哦，是3岁听听的表演都按后。哎，你们都是同年纪吗？13岁哈。同学同年纪了哈。对。哦，不简单，不简单。继续为我们的那个客家文化而传承下去。好，来看那个评审先生哈，做得本那个小朋友得到几多个分数？老师，请给灯。好，来，再来。3，声音跌下去了，13、14、15分。多谢。那我跟到了，那么大分数大都按有跌下去了。多谢。哎呦，动力会动力。目瞪口呆哈，我们先加油，要继续加油啊！哈，恭喜你们啊！今天那个表演啊，吼每一吹啊，每一组啊，拢本人大家惊艳再惊艳呐！希望能吼，下一转来时节准备，搁较无相同的剧情，本大家看好冇？还要搁再来冇？看到。好讲了。前后穿冇？后穿。不要开始。这个比较实际啊，你看我问的都是很实际的。你哋哈穿到风包2000块哈，你就做得老嘅福高嘅高中哈。OK， 买下来。买起来。观众朋友有看到哈，伊讲的哦，前清后穿。有听你的朋友，有搁较多才艺上的表演的朋友，夾打電話來報名哈。冇錯，今日呢辛苦3位嘅評審先生，還有今日嘅陳水嘉，要來報名哦。有請同樂飛，開甲來上飛，謝謝你們，謝謝。什麼？